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以0091海信家電為例子。自從9月16號到9月25號以嚟咧，爆升17.7%，接近18%啦。點解升得咁犀利？大家可以發現嘅喺消息面裏面咧，我哋可以發現，自從10月9號京東集團開啟雙11以嚟咧，大多數嘅家電、手機、數碼電腦等產品咧都實現銷售嘅爆發，增速咧同銷售佔比都出現咗行業嘅前列，持續擴大領先嘅地位。受益於京東嘅爆發咧，雙11會成為全年最大嘅購物節，消費者都會喺呢個位置對大家電、冷氣機、電視機、雪機等家電咧，比如話啦，掃地機器人啦、廚電啦，購買意願咧不斷增強，咁會對白電類嘅家電企業咧嘅季度甚至全年嘅營收咧提供重要嘅增量，所以基本面裏面會受益於雙11嘅利好咧繼續向上衝，而我哋都可以打開天匯嘅導影力量指標同埋短中量指標，可以發現嘅導影力量出現咗紅帶轉綠帶，綠帶代表多頭動能增強。下方嘅短中共振，我哋都可以見到藍色嘅呢啲量能巴咧持續放大，話明咩咧？上升嘅力度不斷增強，所以喺技術面同埋基本面共振嘅情況之下，個股先至會走得咁犀利。OK， 今日時間咧嚟到呢度，多謝大家俾拉支持，我哋會分享更加多嘅好股票為大家嘅。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